属于9K。那么这个职业赛的经验呢，是比佐罗皮卡要丰富得多的。这场比赛首先要完成一下这个正规的系统，因为要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过程。这是一场10个回合保证游戏。这是一个亲自的正拳击倒，哇，非常棒，太漂亮了！我觉得他可能醒来了，他可能。虽然选手呢是想通过一轮猛烈进攻的打垮主力，结果没想到主力的传球比他要动得多，结果一个迎击呢头倒下。是的，那么现在对于马卡里来说，这个心理已经完全不占优势了。不想打了，裁判终止了比赛，终止了比赛。恭喜佐罗皮卡！换了眼睛，他就应该拿走这球。WBO 中国冠军终极金腰带，他现在又走向了他的对手，来自坦桑尼亚的托马斯·马沙里。精彩的比赛，我们的马沙里2次倒地以后都是在中场的时候等到8秒突然站起来，相信他是因为想继续比赛，而且能够获得更多的可以休息的时间。但是第2次被击倒以后，我们的主裁为了他的安全，就觉得比赛不能够继续打下去了，就终止了比赛。而且在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既有这种进攻，同时呢还有偷袭啊，看到对方的时候，他有很成功的迎击。对。第4回合，本场比赛的获胜者 The battle goes to主力的母亲也非常激动。我现在实现了小超的第一个梦想，因为我小时候每周星期天光看那个中央5播出的职业比赛。我爸爸也是拳击教练，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世界拳王，当一个
世界上最好的一个选手。现在我觉得爸爸的酷，我现在实现了第一步。我相信以后我走路更长，希望我成为第一个世界4大组织的胶带拿下来的人。